来，台北市动物园拄啊升级来做济济鸟形圆仔，今仔日是伊7岁生日，动物园特别帮伊过生日，做一个鸡卵糕，真有台湾味。哎呦，啊哪安呢？一个心酱怎甲鸡卵糕泡掉 ？Happy birthday to you！ 过生日呢，圆仔你奈无欢喜？少女情怀总是吃啊，以为元仔出场就只是直接去吃东西，跟妈妈一样，就有一点点假孕的症状，所以她还在假孕的尾巴，所以对于食物的品相或者是吃的时间点都会比较挑剔，所以也很抱歉没有办法看到以往这个更小的时候这种直接扑倒大吃大喝的画面，今天就没有办法。吃比散搁较有风呢，笑露圆仔心内底无爽快。平常时桌仔顶悬物件拢扫了了，即马是一个人安尼害去茶几仔顶悬，毋知你想啥。不过圆仔这回生日鸡卵糕真正是做有台湾味的，这种台湾的小食，亲像馒头粒粒的变臭豆腐，人人变成大肠包小肠，冰甲做的杯仔，搁有葡萄是粉泥，甘蔗变成是树果，甲插伫顶悬，这就是圆仔独一无二的粉泥零茶。伊妹妹打出是8天尔，袂当互圆仔伤心，大家哪会当有心的就袂记你句的呢？有人做卡片来祝圆仔生日快乐。祝元仔生日快乐，然后祝福大家很高兴可以当姐姐这样子。祝她生日快乐，然后祝她身体健康。元仔的妹妹要叫什么好？你应该要叫什么名字？尹亚辉。尹亚辉是不是很可爱，很好？恭喜圆仔的妹妹出世，圆仔嘛7岁啊。假使讲圆仔今年巴肚若是有消息，圆仔一家伙啊，就算是3喜临门哦。